跟你讲，我们家庭就放肆，就是家庭生活的时候就会身体啊、状态啊，什么东西都不管，我就像一个大叔。对，因为我平常我也不修一些蝙蝠的嘛，所以我的邻居、我们的私底下会见面的朋友，其实都看过我们就是很糜烂的这种生活，所以就纯粹就胖，不是什么第二胎什么东西。你们记忆是就贫穷贵公子嘛？对，好久，很久哎。你知道那天什么？我们那天大家都看我们长大了，搭个肩，我说很丢啊，就觉得怪怪的，有点乱了。对。然后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当时是哥哥的那个，现在就是因为我是最近才进组的嘛，所以刚开始都会觉得有一点紧张，但就觉得没关系，我有哥哥当靠山。就比较不害怕，然后我跟仔其实之前也有一些机会要合作到，然后都没有合作到，所以这一次我说我们就是可以碰到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见到的时候有那种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吗？因为很久嘛。我觉得蓉蓉有一个优点就是，她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正面的能量给对方，所以我平常是比较不太会讲话的人，所以见面的时候，蓉蓉打破这个尴尬，我就觉得太好了。啊，你有觉得尴尬过哦？有啊，我就每一天都觉得尴尬。我每次看到他就，仔，你今天怎么穿那么少？多穿一点啊！霸王寒流，霸王寒流哎！上次紧张前天拍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在淡水紫薇那边5、6度而已，他给我穿一条短裤，我吓傻眼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还跟我讲说，今天有过膝盖，就是哥还是很健壮的，对，就是不太怕冷，对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